淡水漁人碼頭煙火的表演昨暝起鼓，民眾翕到散場的人潮，講袂輸是狗血同款，有夠多。也毋過狀況已經比往年較好了。推測應該是淡江大橋甲八里分散這個人潮。根據新北市政府的統計，昨暗大約有7萬人去看煙火，警方是出動200個警力，大約30分鐘就順利消透人潮。璀璨煙火佇咧暗時夜放甲真水。今年的淡水漁人碼頭煙火秀昨暝上場，佔着好位看煙火，散場就閣是另外一個挑戰。這什麼路啊？左轉過來。往淡水的也塞，往八里的也塞。民眾騎奧多擺沿路翕，講新北八里北堤海沙坡，無論洗車騎車攏真窒。另外一邊佇咧淡水人潮嘛坐甲可出出。排隊的人人山人海，有人是要過行過橋，有人選擇坐交通工區，邊個扛交通甲指引。沒有刷的可以往前來刷。散場的民眾抱問講，公車排隊已經寸步難行，工作人員建議去坐輕鐵，排半點鐘就順利坐去咧車頂。各民眾翕散場的畫面，人坐甲親像狗血同款。雖然人真多，不過已經比舊年好真多。佇咧翕應該是淡江大橋甲八里到分散人潮。根據新北市府統計，昨暝有7萬人次，為了避免駕駛看煙火減速，或者是有民眾無說哩行入去車道內底，警察佇咧淡江大橋巡邏，散場了後嘛加強交通管制，嘛有重型機車協助接送車開路，差不多30分鐘就互道路有較順。今年煙火秀頭一擺結合當通車淡江大橋建設，帶來全新的體驗。交通管制範圍嘛因為淡江大橋通車變大，民眾熱天看煙火，愛歡喜出門，平安回來。